是动的，本来就是嘛，哦，泡沫是嘛是嘛，流温是嘛是嘛哈，所以而家这个泡沫是哦，伊老师有讲过吼，讲啊泡沫是发生在，所以就做外口就关了吼，啊关了到时阵我拄在主持内底。啊，主持内底就伊就甲伊就现在后在后面这个泡沫内底这个是发生在，所以就无迄个主持。啊，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博弈嘛。老师说，到底是有，现在我讲这个啊，有事好还是没事好？有在错还是无在错？啊，这个主持讲的，收到人那个没事好啊。对不对？后代现在不好，所以咱就是在这，我都开发了，我都开发，安尼玩做的，我安尼玩做做些啊。所以修道人就在无心在，就讲讲在出修的爱就放掉。你看你想到这个代志哦，这出来凶的，给啊给把钱不要哦，你不高兴啊？啊，所以老师只是告诉这一类，问题有事好还是没事好？没事好啊，各种这方面有事好还是没事好？跟你讲没事好啊，然后说，啊，普通艺人肢体都没事好，那我们老师就把一点来推荐大家。啊，就在给老师很潇洒，伊就迄个后壁迄个，咱较早迄个书房内底会插房，伊就用这个插房这样。开始讲的啦，讲了可以了。啊，其实老师在这个时代，就是讲还是就是告别老师你可能知道，你靠那个习惯大概基督，啊基督这个位置嘛，这基督我在那个基督位置上，啊就是我这留起来这个啊，这哈。从这个黄金嘛，那个这底下大量在我这里未来的修的，修得好好的，要求我安已经有我修的。哦，大家有时修的哦，大家就大这样来这都大条就是整个来这个位置我去怕位来了。啊，大家炮位炮完哦，这个迄个主持是什么？啊，大家炮位，那我看到迄个这个交会场就对了。那我看到这个，哦，啊炮位来，就来这个，哎呦，以前讲到这里讲哦，啊有那种，我那规个讲话，哦，迄主持来的就大声哦，啊，伊老师就这个，啊，老师说，啊，就是小弟哦，啊，然后伊叫做在困。对啊，我就来问主持讲啊，到底有事好还是没事好啊？有选择没选择了，有事跟有事，有时相互有时好还是无有时好啦。啊，到底讲话这个高是10跟40搞不得6哦。老师是讲大概有时好还是无有时好？这个主持讲的，无代志就好啦。伊唔是讲我有代志就无好啊，伊咧想我是安尼啊。老师讲到底有有时好啊，无有时好，啊伊讲无有时好啊，无有时好少啊。所以人生做有点东西，这是大的啊。所以有点多的事情，其实咱讲人说，天下本来本无事，怎么样？庸人自扰，甲自己推来啊！所以许多北代的书，再来心中不要专人物，就是什么呀？贪恋之中，贪恋有对吗？